好，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户口伫新北市的一个会外查甫囡仔，透过儿童福利联名转予台北市一个细老的义母去照顾，背后煞互人凌迟苦毒死。检调扩大侦办，有去了解儿童福利联名社工的访视记录，到底是真的也是假的？儿童福利联名伫昨昏冒开记者会对外说明、对外回释的。即马涉嫌伪造文书、过失致死罪，红列做被告姓陈的社工，早暗是获检方以30万交保。穿白色的外套，亲友伫咧边仔护送，行正紧离开地检署。涉嫌伪造文书、过失致死罪被列做被告的立法联名姓陈的社工，经过检察官侦讯了，12以30万交保。你有没有落实访查？台北市姓刘的义母啊，涉嫌将新北市一系外查甫囡仔虐待到死，被收押。外界也关心立法联名的人员究竟是毋是有实际定期去看？检察官怎么要调查访视报告加相片敢有作假？你们的社工有传假的照片？完全没有这件事，而且这个真的不是家属，因为我们一直有跟委托的家属都有。所以你们相信社工没有造假的疑虑？是。4颗牙齿都掉了，这件事情毫无异状吗？掉牙的时候，我们也约了牙科医生，一切都进入了司法调查，我们所有这些东西也都交给检察官了。立法联名行礼会室里，淹过一条性命已经无法度交代。新北社会局规划，规工托育的义母啊，以后会加强访视，自这么1年4遍增加到6遍。台北市也调整访视的频率，也建议中央制定3方共访机制，增加社工访视的敏感度。那至于保姆端的一个县市的主管机关，原来每3个月1次的一个访视，我们会增加为每个月至少1次，将全力陪伴家属，提供所需的协助。针对社会局服务中的儿童，将会增加访视频率。新北市议员杜冠廷引述定证者的讲法，认为新北市社会局的回应有出入，这期出养查甫囡仔不是家属主动，是由社工所提出的。怎么进出养程序？新北市政府什么时候得到他们家的需求？社工有没有去访视？对此，新北市社会局回应，囡仔的老母伫咧有薪的时阵，就跟社会局一个立法联名联络，并且有签出养合约。要联络袂到老母，才会联络囡仔的阿嬷。因过阿嬷无法度照顾，才会出养。相关的讲法，伫咧反映监护权裁定书的内容内面拢有记录。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个案件，行政院长陈建仁已经请卫福部爱加强社工的能力，而且嘛讲要求爱增加人力来解决社工卡手无够的问题。卫福部是打算伫这个拜五要召开专案会议，做一个检讨。也那台北市的社工工会伫早暗因就发出声明，即期检调办案，甲姓陈的社工扣手铐，讲这是违反比例原则。而且伊嘛批评儿童福利联名开记者会，甲责任拢撒互基层的社工。另外，阁有即期卫福部讲，即款囡仔患苦毒重大事件，照规定是1个月内就要完成报告。为什么政府是等到新闻出来啊才来处理？这是查某囡仔和合格义母虐待到死。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到立法院质询时阵讲，对这件案件感到真伤心，甚至真生气。认为这个社工的敏感度不够，访视发现问题无汇报。为什么访视的社工发现孩子明明有状况了，可是却没有积极的去通报主管机关？请这个卫福部呢来加强跟这个台北市政府这边联系然后来了解呢这个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发生。立委希望政府赶紧改善社工长期以来薪水低加欠人的问题。社工缺人。低薪、流动率高，而且在访视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公权力。就是说，如果保姆不让他去看，他也没办法看。我也很痛心，然后难过，而且对，甚至也很愤怒了。我们也补助了这一个各县市政府呢蛮多的这个社工的人员，但是这些人员在训练上是需要再加强的地方。资深社工讲，等待受出养的囡仔是高风险的个案，若是人有够爱定定去甲伊看。社工伫咧访视时阵，爱注意囡仔的外观情绪，甲义母的依附关系是毋是稳定，也要注意伊的发展样态是毋是符合伊这么这个年纪应该有的发展模式。岁以下跟全日型的收托本来就是风险比较高的，加上他这个孩子又是一个特殊的对象。
可能就是你一个月要去到2次以上的，确定它收脱稳定的时候，你才可以回到你1个月一次。不是说我们要去把每一次去突然就把孩子脱光了检查，我们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卫福部长施瑞元12主持会议，讨论收租用的制度、居家托育、幼儿安置资源，提出6点改善措施，包括租用的必要性。关注政府甲媒合机构密切合作，强化年务的监督甲管理，加强访员的敏感度，也个结合幼儿专职医师，关心还未3岁囡仔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电赞公司苏丹红事件，涉理的负责人，伫交保了后是传出一失联。高雄检方伫昨下晡将伊具体到告案。高雄地方法院昨暗有开庭，也毋过是认定讲警方伫具体抓人的过程，程序有违法，所以是裁定当庭放人。看到最暗的姓李的大箱，对高雄地方法院内面行出来，面对媒体可能伊弃保逃走。有关机过吗？没有，可以看通联记录。9点26我没有接到他9点26有一通电话我没有接到，然后再来的部分就没有接到卫生局的电话。姓李的大箱情报的大姐姓吴的女子，也个会计姓谢的女子，最到伫咧侦讯了分别交保，不过12早起煞传出失联。实际来到姓李大箱的户籍地址，出来人也毋知伊去倒。尾仔伫12中昼，警方伫咧姓李大箱伊情报的厝楼骹，看到这个姓李的大箱正要离开，是通报调查局甲伊具体告案。不过姓李的大箱伊的律师主张，警方的具体程序无合法。这样是不符合我们的刑诉79条的规定。79条规定，具体人犯或被告的话，要有拘票的正本。高雄地院伫12暗开庭认定，具体过程警方无出示股票有问题，裁定当庭释放。3民2分局留置李姓负责人的时候，并没有出示拘票，且执行机关提出的高雄市卫生局公务电话记录，也没有看到李姓负责人有拒接电话的情形，故认为本件拘捕程序不合法，所以依法释放李姓负责人。因来也捌传出失联的姓吴的女子，昨暗也出面，因为伊身体无爽快，按算伫今仔日进行报道问讯。因为检方控告成功，高雄地院将会伫今仔早起10点开二次审案庭。记者综合报道。亚南南投金普华食品公司有使用到电赞公司的苏丹红环姜仔粉，提去做沙地酱。业者有开记者会回实例，嘛讲会全部回收。目前台北市有8间业者，内底嘛包括陆军，拢有去用到这款沙地酱。那伫台中是有29间做食业者有用到。行政院即嘛表示，政府会扩大对边境来查验、追踪，会对源头来主动。台中市安厝持续客家有问题咸姜仔粉、胡椒粉、甲沙地等等酱料，拢总对查40间下游的业者，发现有29间餐饮业甲金福华买11种规格沙地酱，拢总超过16万公斤。目前已经卖出去或者是使用的有12万5千公斤，产品都要全部落市，停止购买或者是回收。下游流向正在持续的追查中，相关的产品已全数下架、停止贩售或使用，并回收中。对查金福华下游流向的，还有台北市食安官，查出台北拢总有8间业者，其中包括阿弟餐饮公司进回澎湖咸牛三宝，卖出460盒；金普公司的影响瑞咸鸭血包，卖出52000多包。陆军后勤指挥部副食供应中心有叫福台北的沙地入菜，阿弟餐饮回应讲会承担所有相关的责任，消费者会当办退货。国防部表示，有苏丹红成分的食材，目前停止使用嘛无搁卖。有疑虑的产品会以风险落市来送验。也那金福华食品公司针对使用电赞公司有问题咸姜仔粉，12调开记者会回实例，必须要向社会广大的消费者道歉，对不起。金福华食品公司董事长强调讲，虽然伊是苏丹红事件的受害者，不过要是会负责。针对进前的产品，只要有咸姜仔粉的成分，无论敢是有污染，拢全部回收。只要有投入辣椒粉的，我们在各地县市都会进行通报，并且我们会跟我们的盘商跟经销商进行全面的回收。我们所生出来的东西都是以生鲜辣椒为主。因应苏丹红的事件，行政院11由副院长陈文灿主持演讲会议，针对为源头阻断等等的方向，达成7大共识。
边境防堵的部分已经采取100%逐批查验。过去没有查验的部分我们一样做流向追踪。另外，卫福部11嘛邀请70外个食品相关工协会甲业者开会，达成自主检视、送验甲通报3大自主管理，希望苏丹红的事件莫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日本北海道和瑞士拢有出世场放射，2大加起来计共有造成上无7个人死亡。也伫印尼的西苏门达拉是因为连续几若天落大水雨发生水崩山，上无嘛有造成26个人死亡，阁有6个人失踪。规中起来的雨水是因过桥墩，四个地啊拢干那海。印尼西苏门答腊地区最近是连续降暴雨，包括首府巴当等等拢变重灾区，洪水甚至是引起水崩山，造成车路拢断去，一大堆枯木头就冲落来，庄仔头拢要无去啊！造成至少26个人不幸死亡，救援人员撤离7万居民，目前搁在敲找6个失踪人员。Tim pencari dan evakuasi tetap berlangsung di hari kelima ini di Kabupaten Pesisir Selatan. Dan 3 sektor akan kita kerahkan personil dari tim gabungan, yaitu di sektor Langgai, yaitu di Kecamatan Sitera, dan di sektor Kecamatan Siturus, dan juga di Syakati. Dan ini target pencarian masih berjumlah 6 orang. 当局估计至少有700多户的民家厝受损，学校和农地嘛拢密密麻麻，民众返来到规个拢路高满的家园咧整理，真正是要哭无目屎。气象单位讲，印尼的雨季对1月开始，包括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会伫第1季较雨量的关风。镜头佫转去日本的北海道，因体所11传出放射以外，6个出事游客风带起来，警察派出直升机去现场抢救，但其中2个人救起来时阵已经昏迷，送病院了后同款是死亡。2个人拢是对纽西兰来的，另外，阁有1个人受伤。当地媒体报道，伫意外发生进前，当局无发布放射警报。上时伫瑞士嘛发生放射意外，有一支越野出世团伫出世圣地马德洪峰附近拄着低温曝晒和出世上歹的状况，造成其中5个人死亡，阁有1个人失踪。当局派直升机伫案发区域的空中一直敲找，但是中因为曝晒只好停落来。这个事件嘛是最近几年瑞士阿尔卑斯山区上致命的灾难之一。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家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疾管署伫昨昏公布今年第1件满出满的飞行机顶群聚感染的案例，国内新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病例，一个是花莲人20多岁，另外一个是新竹人30多岁。因拢是2月27台北市公布头一个对马来西亚入境的满这个个案，因是坐共一架飞行机，因是坐头前甲后壁排的乘客。继续关心中国时报。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研究中心伫医学期刊顶悬有发布一份研究，内底是讲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影响，这是比这50年来所有的战争甲自然灾害影响是高较快。全世界有受讲这寿命会缩短1.6年。另外，目前国内新冠疫情也搁在高原期，疾管署伫明仔嘛会开会来讨论讲，敢要比照美国同款，互咱的长辈搁做一档 XBB 的预防针。继续关心联合报，所谓货币议题最近伫这一年是讲甲讨论甲真热。金融界有表示讲，中央银行伫这个月初头家进行所谓货币调查。中央银行是表示，因应未来支付会有新的形式，所以央行即马当地评估讲个所谓货币的可能性，上紧讲伫5月份的时就会对外来公布调查结果。咱继续关心立法院的民进党团有提出草案，要求中国籍的配偶要入台湾籍，就要先放弃中国人的身份，而且嘛要宣誓讲要效忠台湾，而且佫要经过考试。也若针对这个提案，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支持。国民党团准备推动6批处理两国身份证年限，为2年改做4年。民众党团也表态支持，引起社会讨论。今嘛，立院立委也提出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草案，规定6批入籍要宣誓放弃中国公民身份，甲效忠台湾，也要甲外批同款经过考试等规定，才会当得到台湾的身份证。
在宣誓里面提到说，我放弃中国籍，并且效忠台湾。那这个宣誓的条例其实是具有法律的效益的。如果你违反里面相关的规定，你必须被注销户籍。民进党立委提案6批入籍宣誓，那也立委批评无应该意识形态看台，在台6批也讲出心声。以前都不需要宣誓，那为什么现在要宣誓？如果我不爱台湾，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20年？我早就回去就好了。黄捷委员不要放大，用意识形态去看待问题。对于陆配外配的陆籍，我们也不应该有歧视。司法版本的宣誓有法律效力，违反会防注销户籍。提案监视可行，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6批宣誓是陆委会权责，内政部主管国际法。不过，伊认为宣誓效忠中华民国是应该有的提议。我想对于国家的一个宣誓啊，我相信是很多人大家会认同的。毕竟要加入一个新的大家庭，效忠这一个国家，效忠中华民国，我想这个是也是应该有的一个提议。陆委会主委胡泰山表示，6批甲外批基础是无同款，需要同步考量，相关配套应该由立法院来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俄罗斯第15号乌克兰25架无人机攻击，燃油厂严重受损害，阁有几啊座燃料库有导火，而且阁有亲近乌克兰的军事团体发动几啊件攻击。贝尔格罗德有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因已经反攻。乌克兰几60台无人机加火箭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夏诺夫哥罗德州的 North 燃油厂受到严重的破坏。有消息人士讲，厂内主要的原油分流设备受损，至少一半生产拢停落。这个厂每年精炼差不多1580万吨的俄罗斯原油，占精炼原油总量的5.8%。另外，一个精炼差不多490万吨的汽油，占俄罗斯总量的11%。柴油燃料的6.4%，燃料油的5.6%，加航空燃料的7.4%。另外，乌克兰也有武装代理人对边境入侵俄罗斯。Это все приурочено к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 выборам в кавычках, к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й процедуре. Вот мы граждане России. 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讲，已经把乌克兰武装部队加破坏加侦察组织的行动拍败。乌克兰代理人至少7遍想要跨过俄罗斯边境，不过拢无成功。После интенсивного обстрела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объектов, украинск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танков и боевых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машин предприняли попытку втор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и на 3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Самоотвержен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все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отражены. 俄战争2年多来，双方拢用真侪无人机攻击重要基础设施、军事设施，一个部队驻守的地点。即便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上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行动，俄罗斯讲规工拢有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来，因也伫咧境内几落的所在，甲25台拍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镜头来中东，穆斯林的在9月3月70开始，不过以下油源也无停火。以色列的控制风声讲有崩死哈马斯分部的头人。另外，即马美国的情报部门嘛有警告讲，加沙的人道危机恐将会刺激恐怖主义的发展。以色列伫70个月开始迄天，空袭加沙中部纽瑟拉特兰米亚的一座地下设施，至少5人互炸死。死者中，疑似包括哈马斯武装分支卡萨姆旅的第2领导，也是哈马斯组织的第3领导马万伊萨。59岁的马万伊萨是切为去年10月7日，就是以色列的核心人物，因为真高被互外界叫做野人。以军当日积极确认马万伊萨今次已经死亡。אנחנו עדיין בוחנים את תוצאות התקיפה וטרם התקבל אימות סופי לגביהן. 以下长达超过5个月，加沙地区日渐严重的人道危机，也造成美国甲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升悬。拜登顶日伫国情咨文了后，不管麦库私底下甲参议员公告准备要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后谈判对话，议员对方在以拜登访问到相关会地好人无情，无甲纳坦雅胡最后谈判拍算。Have you scheduled the come to Jesus meeting with Bibi Netanyahu? No.
另外一方面，美国各政治部门首长在伊伫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年度国家安全威胁评估报告进行听证。即阵纳坦雅胡的领导地位面临严重危机，以色列民众对纳坦雅胡统治能力的无信任程度比冲突进程更加强烈。美国预料以色列会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纳坦雅胡落台，佮举行新选举。以下冲突也刺激这个地区阿拉伯国家反美、加快以色列的情绪，更加可能刺激全球恐怖主义进一步发展。While it is too early to tell, it is likely that the Gaza conflict will have a generational impact on terrorism. Both al-Qaeda and ISIS, inspired by Hamas, have directed supporters to conduct attacks against Israeli and U.S. interests. 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表示，若乌克兰得不到美国的援助，将来可能有更加侪阵地落伫俄国的手中，处伫不利的位置。公司新闻记者김민혁。来关心咱台湾的邦交国海地最近真无平静，当地乌都是探因的总理亨利出国访问的期间，在国内乌爸母，嘛互留点国外的总理国部长爱宣布伊要请辞。目前咱台湾伫海地的大使馆，也有工作人员和台商侨胞计共24个人，一切拢平安。位于加勒比海甲台湾有67年邦谊的友邦海地，最近爆发大规模动乱。当地帮派分子联合伫总理亨利出访期间，施加压力爱伊落台，因为首都太子港的政府机关、国际机场拢互攻击关起来。滞留海外的亨利到当无法度回国，在伊宣布正式请辞。Haïti besoin de la paix. Haïti besoin de stabilité. Haïti besoin d'un développement durable.Haïti besoin de rebâtir institutions démocratiques. 自从海地前总统莫伊斯2021年被暗杀以来，亨利无经过选举，接到代理总统加总理的职务，佮加以国内局势不安全为由，然后决定2月举行的大选，引起反弹声音。又走伫欧北两岛之间的争夺晓，菲利普顶日就公开表明希望出任海地后一任总统。If my people believe and trust me, I will be their leader. It's up to my people, no one else.他以他在这个海地的过去的声望，或者一种传奇性的一种推崇啊，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影响力。但是呢，竞选总统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前驻海地大使杨成大认为，海地政局复杂，什么人要接任也真歹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加勒比海共同体成员国之一也出席伫牙买加，就海地飞机举行会议，布林肯表示，对于派往海地的多国安全支援特派团，美国会提供3亿美金支援，另外也会拨款3300万美金用伫人道援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台伫离南美航空的波音787的客机，对澳洲的雪梨飞去纽西兰的奥克兰，半中途唔知是甚么款原因是向下降，也过飞行机随个飞到正常的高度，安尼大力心切来切去，飞行机顶嘛有造成上无有50个人受伤。这是机顶的旅客伫事故发生迄当阵翕的画面，会当看到机身海甲是真严重，一寡旅客看起来真正是有够惊吓。I was awakened and I looked up to see the gentleman that was sitting next to me on the roof of the plane. I'm looking at him fully outstretched with his back on the roof of the plane. And then he came crashing down to the floor. 代志发生伫个纽约当地11拜1，这架编号 LA800的班机，伫雪梨起飞飞去奥克兰的途中，因为不明原因，以真紧的速度落落来，落尾虽然机师紧急救起来，恢复正常，平安降落伫个奥克兰机场，但是机身海甲真严重的过程中，造成至少50个人受伤，其中有10个乘客和3个机组员，伫个降落了后，随后送病院来救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纽西兰的交通事故调查委员会已经摕到发生事故这架飞行机的座舱通话记录器，不过因为事发地点伫国际空域，调查权限应该是这架航空公司的地点的地理。未来调查工作是由地理的民航局来负责厘清事故原因。到底代志发生的时阵，波音公司组装787客机工厂所在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传出一个号叫做11了者的离职员工，伫告发波音公司的诉讼期间死亡。这个叫做巴奈特的离职员工今年62岁，这一摆指责波音公司甲无合格的零件用伫787客机，但是波音公司完全赔偿。若尾双方是告起的法庭，每当时间找到巴奈特原定必须出庭，但是伊并无出现，随后发现讲伊已经死亡。
目前全球当地使用的波音787系列客机是超过1100台，台湾的中英航空即马有14台是担任中等程的飞行任务。另外，伫中华航空的部分，伊嘛伫要来引进20多架共型的飞行机。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国际上其他的大代志，甲乡亲同齐来去看世界。美国众议院按算表决法案，要求 TikTok 抖音的国际版母公司字节跳动，要求因爱伫半年内把这款热门的影音分享平台卖出去，若无美国就会全面禁止。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嘛，过一摆警告讲 ，TikTok 受中国控制，对美国的国安造成严重的威胁。来关心2021年1月7日当当时的美国总统 Trump。伊是指控总统大选无公平，伊就塞弄支持者冲入去国会大楼。这个案件目前大约有1300多人被起诉，而且阁有500人已经被判刑。Trump 即马已经对外放调讲，总共可以阁选调美国总统，伊头一件代志就要甲这个被判刑的支持者拢总放出来。继续关心印尼的人口有2亿7千万人，内底有9成拢是穆斯林，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上济国家。印尼的财界月对今仔日开始，财界月这个月，穆斯林对日头出来到日头落山，拢袂使食物件，袂使啉水，要透过这款学习控制家己，来迎接一年当中上界纯洁的一月日。因为下暗日头落山了后，穆斯林和厝内人和朋友会做伙开斋，也就是先祈祷，再去食开斋饭。镜头等下咱国内，咱来关心中科院继续进行咱国造飞弹的生产。也毋过，煞传出讲2021年飞弹的原料咧交货的时，发现这个原料是中国做的。中科院是认定讲安尼无合格，转向厂商解约。学者是指出讲，若是去使用到品质不好的原料，会严重影响飞弹的品质，而且佫有爆炸可能。IDF 挂载国造万检弹，会当一只轰炸机场瘫痪强军行动，政府开2400亿国防特别预算，正向海空战略提升。中国院这个赶工生产各式国造飞弹，其中过氯酸铵作为飞弹使用的推进固态燃料，不过伫2022年，航业公司提供的过氯酸铵技术来自中国军工产业，想要安尼过关，好加在防及时查核。法规有没有违背？违背的话就要做一个处理。那我们曾经有发生过几件但我要跟各位报都主动发觉的，在这过滤当中也发觉不对了，主动办理要退货要赔偿都照这个计划来做。过氯酸铵会当运用伫国造飞弹的固体燃料，包括陆射型减离飞弹、天宫3型防空飞弹、雄2雄3飞弹、海减2防空飞弹、地对地雄升巡弋飞弹、万检弹、减上无人机等。中科院表示，伫交会验证的阶段，判定无合格，以上法办也将厂商解约停权佮讨赔，也辅导国内厂商自主生产。一旦使用品质歹的过氯酸铵，恐惊影响飞弹射程性能，甚至有爆炸的危险性。发射这些飞弹火箭的时候，推力就受到影响，当然就达不到设计的性能，很可能就是在射程会受到影响。如果说里面有太多的金属粉末或者是颗粒杂质的话，那么第一个可能会引发就是爆炸疑虑。面对台海情势，区国政甲国安局长蔡明干最近对国安状态讲法无同，区国政局说明军人了解状况，但不要隐喻的就是这个我打脸谁或谁打脸我。我想部会之间的合作是很密切的，而且协调各方面都很顺畅的。区国政强调，国军甲国安局合作密切，无性命的代志。国防部12日也发布，将核攻击2架次，向南国架次交代，一粒空飘气球出现台中西南87海里，13是为西冲发射火箭，会飞过南国 ADIZ， 国军保持警戒。记者综合报道。伫今年1月份总统大选的前一天，有人伫 PTT 顶悬留话讲要斩首蔡英文。警方调查要2个月，即马伫新北市抓到一个26岁的查甫人，伊留话恐吓，佮甲 IP 改去美国，即马是互依法上班，已经互抓起来。一起来守护我们。总统蔡英文亲身吐头证筹啊，任期就要结束，参加证筹啊这个活动，但到底要涉进前一阵嘛说互恐吓。
今年大选的前一天 ，PTT 这个图文，有网友伫留言区讲是1月13要甲蔡英文斩首是袂当等，各用侮辱的词批评。警方调查要2个月，总算是锁定新北市一个设定的查甫人有动嫌。这个查甫人26岁，捌伫海外读册，有资深的背景，硕士毕业，返来台湾了后，就伫网络散布恐吓的言论，为了美对渣，佮用 VPN 做跳板，甲 IP 改去美国，佮讲是压力真大，才用政治言论发射情绪，无真正要恐吓。邓贤对于这个他使用立开头的这个账号去散播这个斩首国家元首等恐吓言论，坦诚不悔，那全案就依法。请那个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总统府感谢检调，真紧就抓到犯罪者，佮强调国家社会安定袂当乌白挑战。但当去看国内最近这种案件是一件接一件，真侪立委拢接到炸弹的恐吓批。虽然查出 IP 是伫对方，但无个嫌疑人佮伫继续查，过去佮有个案，都是恐吓政治人物防判刑的。立委王宏利前年补选的期间接到威胁的电话，对方是恐吓要开枪，涉案这洗出的查某人，一审是红照恐吓危害安全罪，判拘役40天，会当用罚金大刑。台中有势力的查某人夹去恐吓朱立伦和郭文铁等人，一审判20个月，会当用罚金大刑。不是你一句说我只是心情的抒发。我就是过失，我不会有循环比我们不是这样讲，那是你自己认为虽然我们讲言论自由，但是你也要对你的言论负责。虽然讲有言论自由，但无代表会当乌白讲话，也是凊彩去发布恐吓性言论。法学教授提醒讲，就算用发射情绪做理由，同款嘛是要为家己伫网络的言论行为来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瑞典有一份研究，讲咱台湾是全世界受境外假消息影响上严重的国家，而且已经是连续10年拢排第1。专家即马就表示，亲像 Facebook、Line 也是 TikTok 这些境外平台，总讲互人摕来犯罪，也是伤害国家的安全、伤害国家的利益，甲咱拢是无法度通管的。所以希望政府就要对美国后面的卡波赶紧立专法。根据瑞典哥迪堡大学2023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台湾是全球受境外假消息影响上严重的国家，而且连续10年排第1。去年法国某电视台拍纪录片，指出中国透过 TikTok 的假消息来影响咱的选举。但是像面册、Line 和 TikTok 这挂大型境外平台，若是互利用来犯罪、伤害咱国的权益等等，有律师就指出，台湾到达也无专法通管制。中选会被指控说大规模做票，后来发现那个根本就很多是假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假的影射或者紫色，你却没有对他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要他下架，这就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困境。台湾教授协会开记者会指出，美国后面拢有制定网络专法，咱说搁咧用社会特殊维护法来管理网络犯罪案件，尤其面对境外平台的诈骗和假消息等等，各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安的部分，咱拢需要加强网络的治理。协会找专家学者伫咧记者会顶悬要求新国会要制定专法。除了我刚刚讲的商业性的、犯罪性的刑事犯罪以外，我们还有国家侵略、武力威胁问题，是国安等级的。所以，我们现在期望民进党的行政院跟国民党、民众党占多数的立法院，都应该将网络平台的专法列入最优先的法案。咱常常拢会用网络来买物件、查资料，也是看影片。网络对咱的生活影响真大。专家学者嘛，呼吁政府也要要求这境外平台伫咧台湾，就要有法定代理人，保证平台会当遵守台湾的法律，就是管理的实际业务，后面将有安全的网络世界。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苏丹红事件继续炭烧，王品下面的子公司万盛的沙地酱，甲阿基西伊个人品牌传味的鸡肉拢有互用到。阿基西伫12暗的时有发出声明，有回息的，表示伊个人品牌推出的传味的鸡肉有受到即届的食安事件影响，528阿卖鸡肉这产品拢已经卖了啊，即马会赶紧协助消费者办理退货。另外，伫台中市这部分，台中市有去稽查，咧稽查出问题的酱料的时，发现讲王品下面的子公司万盛的沙地酱嘛有去用到，王品嘛有赶紧发出声明，只是讲表示讲苏丹红事件发生了后，因着伫3月初6的时，甲全台湾主要的通路，这些产品已经有自主性、预防性的回收啊。
另外，台北市卫生局在抽验市面上的环姜仔粉的时，虽然讲小魔方这个牌红环姜仔粉无去验出苏丹红，也毋过煞红验出讲伊内底有农药残留。因的董事长之前个讲因7年前就成立食安中心，而且个讲因内部自我检测检验是真严格，已经检验500多届，即马煞标出有农药残留，嘛互网友口舌。为了维护食安，台北市卫生局这月针对网络和市面在卖环姜仔粉食品做抽验，结果23件产品内面有6件无合格，连小魔方的红环姜仔粉嘛红验出内面有农药。我们会很震惊啊！他已经公布，还董事长出来讲，讲完之后人家被验出，真是好可怕！那到底要吃什么啦？民众会安尼错一个，就是因为小魔方的董事长伫2月爆发苏丹红的疑虑时阵，捌摕因的检验合格证明出来汉内信物。强调公司7当前就已经成立食安中心，内部早就自我检验513摆，这当伫苏丹红事件内面完全无代志，各方叫做是良心企业，即马煞爆发残留农药，嘛互网友口舌并且。以台北市卫生局的调查结果，小魔方的环姜仔粉红验出袂当检出来米素，共款验出米素，佮有北京的香咖喱环姜仔粉和环姜仔柚粉。红辣椒粉是有被我们检验到克美素0.1个 ppm， 就会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会处6万到2亿元的罚款。就担心民众吃到的话，可能会肠胃道不适，也许说就恶心啊、肚子痛不舒服。不然的话，以及克美素它算是低毒性的，也没有致癌性。小魔方是回应讲，红检出农药米素的产品，是因家己对中国输入进口，成品主要是加入后来销售，即嘛是听收落价，数量当在统计。这摆抽验的商品，原料入场进前拢进行411项的农药检验，报告合格才会当入场来制作。米素是非常台411项农药检验的范围。去年10月，甲伊纳入检验4批拢合格，针对抽验的结果会申请复验。在收到卫生局正式的公文后，我们会申请复验，在未确认安全之前，我们会负起责任进行下架回收。小魔方讲会出专人来帮助消费者听话会，这是国内的食安风暴一直变，即马连小魔方嘛招标，更加会影响民众的食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凤山有一间国校2年的导师，即马是防指控讲，这老师唔但会甲学生骂歹听话，佫会拍学生，连囡仔上课时要食水、要去便所，拢爱先互老师处罚。这是害囡仔唔敢去学校上课，压力真大。学校表示已经甲这个老师暂时停聘3个月，而且嘛已经启动调查。弹簧床那边跳，一边拉一边跳，跳来跳就跳到弹簧床下面去了，就吊死在那里。囡仔听到老师的话，登去甲布红仔吊伫咧卡顶的锁顶，高雄凤山某一间国小的家长指控讲，一个2年的班级导师登记用话，还佫动作霸凌学生，原本去年底也受到5位家长的投诉。一学校上学，每个人都是愁容满面，然后有孩子不会或者被老师骂的时候，其他同学想会去帮忙，结果连要去帮忙的同学都被骂。我有问题举手，他跟我说全班29个人凭什么要为了你一个人停下来，然后叫我闭嘴。那以前学生出面指控，当日这班的囡仔佫用布仔无记，互老师用车拍的情形，囡仔佫因为安尼生跋倒受伤，家长真痛心，决定和其他家长做伙联署改聘老师。有小朋友要上厕所，老师就说你不能去，结果小朋友就不小心就是尿裤子了。然后尿裤子之后，老师就请全班同学一起去笑那个小朋友。囡仔欢喜上体育课，本该爱像安尼天真活泼，却因为老师霸凌由头到面。学校表示，这位导师总年资已经有30多年，伫这间学校待开20年，进前无接过类似的申诉，接到通报了后，遂启动调查。本校也于1月30号召开教评会，那基于学生的受教权与教师工作权，决定对于该位教师停聘3个月，静候调查。除了暂时停聘而且调查，学校也会针对这班的学生进行辅导。目前班级由其他老师代班。日本基金会呼吁学校就要谨慎调查，改聘无责任的老师，避免其他学生受害。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配合108课纲，爱兼顾理论甲实务。教育部的国教署有继续推动高中级专业学科的补助，要补助学校去买一寡设备。今年度政府会投入7亿6,000万，会来补助偏远地区，也有唔是山区嘛，唔是市区的这学校来买。补助上悬会当550万。也毋过学校是认为讲，补助的出发点是真好，也毋过即马现代化的设备拢真贵，150万可能嘛是无够开。迄边的政策嘛是共款，迄种民国80几年的政策啊吼。新北市方高岗的老师表示，学校一寡教学基台其实已经真旧啊，不过学校的经费不够，嘛无法度维修，也是买新的。为着要提升偏远地区和灰山灰市学校的教学品质甲多元性，针对高级中等学校的专业学科，国教署甲教学和设备的补助点限也对100万提悬到150万，希望会当充实基职学校的教学。为了让整体的教育资源分配更有效的运用，提高了偏远地区及非3非4的补助上限，每个学校最高可来到150万，落实108课纲务实自用的精神，提升技职体系学生的专业职能。像随方高岗就是予教育部在做灰山灰市的学校，无伫市区嘛，也无够偏远。学校老师表示，有当时啊，政府的补助拢干那互偏乡。这几年来，国教署有针对灰山灰市的学校推出补助，因表示肯定。不过，像讲因工科若要买较现代化的设备，150万的补助，其实嘛要真正值。旧型的还有6台啦，啊，即马市民的介绍一台头30万啦，啊，所以6台180万啦。爱分做传统也是电脑车床啦。电脑车床一台头要200多万。国教署这个计划113年度拢总有1亿6,000万的补助经费，希望会当满足教学需求，培养学生多元的学习经验。不过，随方高岗的老师是呼吁政府应当爱更加了解大家专业学科的经费需求，安尼才会当有更加好的学习体验。记者卢尚如、谢桂林新北报道。来关心保育类的鸟仔南路鹰，逐年3、4月下会飞上北，飞去日本、韩国这国家，嘛经过咱中华八卦山，所以伫清明的前后，这个南路鹰的数量会上济。当地即马就有举办看白熊的活动，伫这个拜6会闹热起过。闹热的舞蹈表演宣布八卦山赏鹰仔活动伫这个拜6起过。中华八卦山逐年3、4月会有大量的南路鹰过境。33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参中华县政府今年做伙举办的赏鹰仔活动，以生态做主题，希望民众会当为看鹰仔这件代志来了解保育的议题。必须啦吼，保护咱环境，保护咱的地球啦吼，咱主要就是目的就是安尼，吼，咱的子孙孙后摆来欣赏这一寡吼自然的物件，后摆咱才有法度吼，把咱的生活愈来愈好，品质愈来愈好。保育类的南路鹰，热人会伫北半球的温带地区，秋天会落南，所以10月会当伫屏东看到鹰仔。春天照原地的路线飞上北，所以这卡到八卦山就会出现大量的南路鹰过境。鹰仔咧飞，伊主要较挖山边，啊无就是挖海边啊。哦啊，挖山边最主要就是要有迄个烧热的气流，互伊会使冲较悬。啊，所以讲，你若来到中华，规个八卦山沿线，你若有迄个较开阔的所在，哦，就是你看会到天顶，安尼，即个期间其实拢有法度看到鹰仔伫个咱八卦山面。中华野鸟学会表示，前2天因为天气寒、佮落雨，南路鹰出现的情形无理想。照鹰过的经验，大概3月17、18左右是南路鹰数量上济时阵，一直到4月初，拢有机会伫八卦山看到南路鹰过境的画面。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亚伫新竹有一间专门照顾身心障碍者的中心，因是打造百外病餐盒、种菜，佮有种果子，而且伫内底佮有饲鸡、生卵，咱遮的农产品拢会摕去卖。中心照顾家己种的青菜，已经来中心服务3档外学员表示，即马无论是种菜也是种水果，对伊来讲拢是小可代志，一点仔拢袂辛苦。很高兴爱护这个地球。为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会不会很辛苦？不会，因为这个环境对我来讲已经习惯了，自然成习惯。栽种这些的那个菜苗，那另外他们也会做收割。更可爱的是，他们会把这些草都拔得很干净。
成立超过20年的新竹爱恒客龄中心，为了培养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能力，特别打造出一座餐园，内面有市鸡、种菜、种果子，农产品会提去市面上卖，身心障碍者有工课通做，也有材料赚钱，让他们也不止手心不再向上，他们学习向下。当他们把奖励金带回家，甚至去买一些家里的所谓的卫生纸啊、洗衣精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带回家，爸爸妈妈都感动得流下泪来。今年的种树仔节，中心专工邀请企业来参加活动，在餐园附近参中心的学员做伙种树仔，肯定学员的表现，也让这些身心障碍者培养自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伊若西瓜棉是下港特有地方的食材，在南美顶州国校就利用实农教育的课程，甲学生囡仔体验做西瓜棉，而且规个课程拢用台语。囡仔郑永仪考一年，大家手提钩仔要甲这粒皮写好清气，因准备要做的就是台南沿海在地家乡的滋味西瓜棉。每若春天西瓜咧成长，客家的瓜农就会去田种经蔬果。慢落来就是摕来做西瓜棉。这届顶州国小邀请社区时代来甲学生制作，用个参北门正较严结合。校方讲透过体验，囡仔对故乡的文化会当更较调白。咧写西瓜棉，做歹写，做好耍的。上介意小皮。你写几粒啊？15粒。教囡仔做西瓜棉，这是阮遮吼出产，阮遮咧做，别位拢无，别位做的和阮遮无共啊。安怎讲？因为这做。这食的无共啊！过年级有无共的任务，起头用先烤皮，再搁切头一片一片，落尾搁撒盐落去炒，洗好再搁倒入桶啊，准备放2礼拜等发酵。这若亲像一个小型的加工厂。这摆是农教育的课程，唔干那加功夫，校方嘛打造合适补给的环境，互囡仔开喙讲母语。这流程是安怎？啊，用台语来大家教，教讲是安怎西瓜棉要叫做西瓜棉，安怎去做的过程，拢用台语来讲。来传咱这母语，安尼，互大家知影。较高年级的囡仔会甲切西瓜，嘛爱生西瓜。中年级、低年级的，因个伫边仔做见习，因个知影讲后摆我就是要准备做这的工课。客家顶州是台南西瓜主要的产地之一，因为我北江溪土质有咸稳的沙地，西瓜着甜佮把水，真受欢迎。这阵社区甲学校斗阵做季节限定的西瓜棉，甲这项传统的料理佮延续落去。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印度政府伫拜一日时对外宣布新公民法最近就要实施。这项法案是要让附近巴基斯坦、阿富汗这国家的难民会当入印度的户口，也毋过因的条件是袂使搁信伊斯兰教，也毋过这随引起穆斯林抗议。欢喜甲唱歌跳舞，因为逃去印度的一寡难民，苦苦等遮尔侪年了后，总算有机会变作合法的公民。印度政府10月忽然间宣布讲，2019年推动的公民法修正案就要生效，伫巴基斯坦、阿富汗、连加达等国内的一寡难民，会当摕到印度国籍。हमें बहुत खुशी मिली मोदी सरकार से भारत की सरकार से जनता से हमारी बहुत विनती है धन्यवाद हमारे को आए हुए को 14 साल हो गए किसी को 12 साल किसी को 11 साल किसी को 15 साल की भक्ति आज हमें उसी का फल मिला गया है印度教的难民真欢喜，但是穆斯林煞唔敢相信，因为新法保护的对象是包括巴基斯坦等国信印度教、佛教、基督教、锡克教等宗教的难民，所排除穆斯林。英国莫迪政府推动修正案的时阵，就互批评讲是歧视法案，佮引起大规模的抗议。法案嘛，因为安尼放伫遐一直无成效，没想到代志过要5冬，法案竟然佮定来啊！互支持穆斯林的群众是真生气，反对党佮批评这是选举的操作。We are going to stage protests continuously in the future if the government stays in the same step, and we will be doing a lot of protests against it, and we will not let the 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 to be implemented in Assam. Now, on the eve of elections, why suddenly this government declares it is decided to implement CAA, the rules are being framed? Nothing but to divide the people, create tension among the people at the time of elections.
印度有2亿的穆斯林人口，因烦恼讲刑法生效了后，因会变作是非法的移民。但是总理莫迪摆清这种可能性，佮讲穆斯林是无需要宪法的保护，因为因无需要印度的保护。印度就要伫今年4月到5月办大选，外界普遍认为讲莫迪一定会赢第3个任期。公司新闻7万0编译。伫日本即马报道。镜头来美国阿拉斯加当天拢会举办狗仔拖摔车的比赛，这狗仔是爱爬架，搁爱过河，爱走1600公里。伫今年就有2只狗仔忝死，这几年已经有超过150只狗仔死亡。动保团体呼吁这款比赛唔通搁办。今年1度的爱迪塔罗高球摔跤赛车沙起跑，这是阿拉斯加传统的冬季活动。摔跤手甲10几只摔跤犬组成的车队，爱经过1600公里冰封险恶的环境，爬过2座山冰冻的玉空湖，西坎调的白令海，大约爱用10天，才会当到都金高镇落幕，冲向终点争取胜利。也毋过车沙传出有2只比赛犬不幸死亡。2 dogs died at different points of the race. One belonged to Musher Isaac Tieford from Salt Lake City. The dog just dropped about 200 feet from the village checkpoint. A vet was there. The vet came out and did about 20 minutes of CPR, but the dog died. 2只摔跤犬伫第8天，大约走到1000公里的阶段，未堪你倒落去，验尸无法度确认死因，也爱进一步检查。所属的2支队伍拢是菜鸟参赛，也遵守大会规则，主动退出。动保团体现代动物组织讲，这几年来已经有超过150只摔跤犬为比赛死亡，批评针对强迫狗仔走甲体能失控来死亡。只为着得到胜利奖杯，狗仔煞得到冰冷的网啊！也说服阿拉斯加航空、艾克森美孚、富国银行甲克莱斯勒等大企业停止赞助比赛。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an animal rights group, is a very vocal critic of the race, and they are calling for the race to end. 这是爱迪塔罗赛5年来头一摆有狗仔死亡，也毋过训练过程也是高风险。几个月前，就有赛地乌多摆弄着车队，造成摔跤犬5死8伤。目前排名第1的国界冠军卫冕者希维，开始比赛无偌久，就有狗仔甲麋鹿冲动受伤。现代动物组支持抗希维，无视处理狗仔的伤势，将胜利看得比狗仔命较重要，要求伊退赛。也毋过主办单位建议熟悉麋鹿了后，无正确处理，增加2点钟出时间。对其他指控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是会中评论。天气报道赛，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有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是22度。外岛9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